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邵初，歡迎收睇坐南向北。今日帶大家睇嘅就係杏花邨啦。杏花邨係一個位於港島東嘅大型私人屋苑，由1986年開始入伙，一共有48座，提供6504個單位，至今已經有30幾年樓齡㗎啦。但就算係咁，杏花邨呢個地方依然非常吸引人，一齊去睇下點解啦。作為講求效率嘅香港人，第一樣吸引嘅嘢當然係佢嘅交通配套啦。杏花邨屋苑入面就有一個杏花邨站，直接用屋苑嚟做站名，住戶好似有一個私家地鐵站咁啊。而且離屋苑都好近，商場上蓋同埋對面馬路都係屋苑範圍，平時出入非常方便。唔想逼地鐵嘅話，隔離仲有一個巴士總站，可以坐巴士、小巴來往港九，成個交通配套非常完善啦。睇完交通之後，就到附近嘅飲食同購物啦。杏花邨樓下就有一個杏花新城，各式餐廳都有，甚至連酒樓都有2間，保證日日出去食都唔會重複啊！杏花新城嘅面積都好大，高3層，分做東翼同西翼。西翼以民生店鋪為主，各式生活店鋪一應俱全，有超市、銀行、各式零售，世紀21喺度都有分行添。下仲有一個小型嘅街市，滿足到日常家庭需要㗎。而東翼呢邊就係港島東有名嘅Outlet啦，大家可以見到市面常見嘅大牌子都有，各類運動裝備都好齊全，唔少人仲會特登過嚟掃貨添㗎。除咗購物之外，商場都有好多活動可以參與，例如商場中庭嘅聖誕節日活動，或者我而家身處嘅商場天台，都邀請過唔少明星嚟做 show㗎。見到 Outlet 咁多運動用品，係咪即刻想買嚟做運動呢？而呢一個就係杏花邨嘅特點嚟㗎啦。區內有非常之多個球場可以盡情運動，除咗我身後嘅足球場，仲有多個籃球場、網球場，保證你買返嚟嘅波鞋可以物盡其用啊！唔止球場，杏花邨入面仲有大大小小嘅公園俾小朋友同老人家活動。會所入面仲有健身室同埋泳池可以俾住客使用㗎。就咁隨便散下步，都見到好多人喺附近跑步運動，仲有好多學生放咗學喺附近玩，成個屋苑嘅感覺非常之有活力啊！講起學校，杏花邨入邊竟然有齊晒中學、小學，甚至仲有3間幼稚園咁多。樓下就係學校，無論係父母接送小朋友，又或者學生自己返學，都好就腳。除咗屋苑入面嘅學校，杏花邨所在嘅港島東區都有唔少名校㗎。小學嘅16校網有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。每日起身可以望住海景，聽住浪聲，悠閒咁飲杯咖啡，或者吹住海風，沿住海濱慢慢跑步。呢個生活諗起都好寫意啊！仲有頭先提過嘅衣食住行完美配套，咁樣嘅杏花邨，唔知你又鍾唔鍾意呢？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啦，關注我哋坐南向北，繼續帶你行遍香港18區。下集見。